拱北海悅酒店開幕啦！第一時間過嚟試住下先，睇下呢間距離拱北口岸只需要300米，步行5分鐘就可以到達嘅星級酒店，究竟係點嘅樣？一入門口就可以見到呢個打卡嘅光影天花。酒店大堂就位於16樓，係經典嘅空中大堂設計，視野開闊，直接可以望到拱北口岸同埋澳門。check 個靚煙先，今次我哋入住嘅就係位於27樓嘅城市景觀房，可以遠望珠海嘅板將山，成條迎賓路啊盡收眼底啊！客房就係用呢個溫潤嘅木色為主，有個超大嘅衣帽間可以俾你坐低換鞋，廁所同埋沖涼房都係分開嘅，仲有一個超大嘅浴缸，開埋呢個趟門可以一邊睇住呢個超大 mon 嘅電視浸個靚浴啊！而隔籬都可以淋浴噶，整體風格都係十分之現代雅致，睇住呢個 view 真係點睇都睇唔厭。15樓嘅康體中心就係一個高空嘅室內恆溫泳池，隔籬嘅健身中心設備都十分之齊全，仲有一個瑜伽室，同樣都可以望住呢個拱北嘅高空全景見個靚身嘅。而大堂嘅走廊夜晚就可以點翻杯雞尾酒啦，食個小食，欣賞下呢個夜景。而下午茶時間嚟到呢度都有各種精緻嘅甜品套餐同埋咖啡茶飲嘅。而今次我哋呢間房就包埋早餐嘅，呢度嘅早餐都相當之豐富㗎，係以自助形式為主。整翻個牛腩雲吞麵先，以後大家嚟珠海玩又多咗一間酒店嘅選擇啦。大家又覺得點呢？